罗马书第12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上帝的怜悯，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，做活活的祭，是圣洁、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宜的敬拜，毋通互世俗同化，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，心智得到更新，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、看做好、搁完全的旨意。靠上帝互我的恩赐，我对恁逐个人讲，毋通将家己看伤悬，着照上帝赐互恁逐个人信心的分量，慎重评价家己。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肢体，逐个肢体各有无相同的功能。虽然咱有真侪人，伫基督是一体，互相做肢体，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，咱逐个人有得到无相同的恩赐。宣讲信息的人着符合信心宣讲，服侍的人着专心服侍，教导的人着专心教导，劝勉的人着专心劝勉，整济的人着慷慨，领导的人着热心，做主先的人着甘心乐意，听着诚心诚意，着万分歹，坚持好，着用兄弟爱互相相疼，着积极相敬重，毋通贫惰，心智着热诚，对主着服侍，着劝望来欢喜，着忍受患难，着不时祈祷，着帮助恁中间会散车的信徒，着好款待出外人，着祝福迫害恁的人，着祝福，毋通咒诅，着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，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，着同心合意，毋通骄傲，着做宾前的人的同伴，毋通自作聪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做正人看做好的事，着尽所话甲正人和睦相处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为着家己抱怨，宁可互上帝替恁生气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：主讲，伸冤在伫我，我会报应。毋过圣经嘛有记载：你的对敌若枵，就互伊食；最大就互伊啉，因为你安尼做，若准将得刀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，互伊见笑甲挡袂牢。所以毋通互歹赢过恁，着用好较赢歹。